新婚不足1個月，胡志彤躺喺手術床上，右手被固定喺手托上，神情疲憊。就喺上月剛剛完成世紀婚禮之後，佢喺健身房發生嚴重意外，撕裂胸肌，需要即時入院接受手術。胡志彤喺社交平台親自講述受傷經過。婚禮剛結束，我在健身房做臥推時，只是舉了個普通重量，這完全在我的能力範圍之內，結果卻撕裂了胸肌。佢坦言做夢都冇想到會發生呢件事，心情極度沮喪。最令佢難受嘅唔止係傷患本身，而係時間點。佢本來期待住婚後有一個充實嘅休賽期，好好訓練，迎接下一個挑戰。而家卻要面對長達6個月嘅漫長復原期。佢無奈反問自己：為什麼是我？為什麼偏偏是現在？見到呢啲相，一眾網民都紛紛表示心疼，更為凍齡美魔女吳婉芳感到擔心。上個月佢先至着住旗袍，貴氣逼人咁喺婚禮現場打點，滿臉笑容咁飲個杯新抱茶，仲同好朋友張學友一齊合唱金曲送祝福。點知喜事才過1個月，正當大家仲沉浸喺呢場世紀婚禮嘅喜悅入面，做媽媽嘅吳婉芳就要面對個仔喺新婚期間受傷嘅消息。對於一向低調，將屋企擺喺第一位嘅佢嚟講，呢份擔憂絕對唔輕。好多粉絲都喺留言區幫佢加油，希望佢照顧好二仔之餘，自己都要保重身體，做個仔最強大嘅後盾。呢兩個問題係人喺最低落嗰刻最真實嘅心聲，但係胡志彤冇停留喺呢個問題入面太耐。佢話：我意識到有些問題沒有答案，我唯一知道的是生活總要繼續，我也會繼續前進，仲揚言會比以往更強大，視呢次挑戰為成長嘅機會。剛剛結婚，剛剛開始人生新一頁，就遇上呢個考驗。但係喺手術床上講出呢番話嘅29歲年輕人，睇得出係一個唔會輕易被打倒嘅人。希望胡志彤早日康復，6個月後以更強嘅狀態重返健身室。你有冇試過喺人生最好嘅時刻突然遇上意外打擊？你係點樣面對嘅？歡迎喺留言區同我哋分享。Lift up this arm and then this one.